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叶牧师。3月14日，我们与救赎主的距离，我们要读的经文记载在约伯记13章到19章。RPG 我们要祷告的经句记载在约伯记19章25节。但是我知道我的维护者活着，他最后要来为我伸冤。受苦的当下似乎难以想象悲剧会带来美好，我们永远无法预先知道苦难如何才能转化成值得欢庆的理由，但是那就是我们应该要去相信的。信心意味着预先相信，唯有事后回头来看才会明白道理的事。我们看到约伯今天一路我们从第1章一直读到现在真的是苦我们看到约伯除了自己受苦，他的3个好朋友起初是作对的就安静在旁边陪伴他几天几夜，但是后来他们真是忍不住心中的那种想要知道为什么，甚至于想要代替上帝来回答为什么。那从昨天我们也看到这第一循环的这样子的激烈的讨论，今天我们会看到这个约伯的朋友第2循环他激烈的对话。这次他们讨论的焦点呢，会是在于人生是否会有现世报。面对3个好朋友的质疑，约伯认为现世报的观点不能适用于所有的人而且他知道生命不仅仅是局限于今生而已，因此今生个人的遭遇并不等于神对一个人最终的判语。约伯勇敢的宣告很有名的一句话我们今天 RPG 的经文是用现代中文译本，他是说，我知道我的维护者活着，他最后要为我伸冤。但我想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和合本的是，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们可见知道约伯他的眼光已经不一样，他面对他的以利法的责备的语言，当然一开始这个15章到17章以利法4方面责备约伯。首先他责备约伯没有智慧的言语，具体的表现包含空虚的知识，在15章2节，无益的话和无济于事的言论在15章3节，他拒绝神在神的面前祷告或默示接下来是15章4节。那显然呢，以及诡诈的言语以利法显然认为约伯是不敬虔而且没有知识的罪人这当然了，这个以利法认为约伯自视甚高，仿佛自己是世上首生的人，可以独享其他人未曾知晓的知识以利法他很质疑约伯难不成年纪较轻的他可以比资历的资深的3个好朋友更懂得多吗？以利法认为约伯当然是不可能的，当然是就接二连三的这3个好朋友我们知道约伯他其实也明白了，他在这个向他朋友说多说无益但是如果不说呢，他的这个忧闷一直梗在心里我们看那个16章6到7节在很恶劣的情绪之下，约伯忍不住开口诉说神对他的攻击这记载在16章7到14节约伯认为神如同敌人，不停地击打他，他滔滔不绝地列出神对他的不公平他说神使亲友离开他，做见证反对他，让敌人羞辱他，任凭恶人攻击他。约伯自比如箭靶无处躲避神的怒气。约伯此时不但在精神上承受极大的压力，心里也很委屈
混合着怒气，他情绪激动地说：我素来安逸，他折断我，掐住我的颈项，把我摔碎，又立我为他的箭靶子。他的弓箭手四面围绕我，他破裂我的肺腑，并不留情，把我的胆倾倒地上，将我破裂又破裂，如同勇士向我直闯。哇，即便是如此哈，对，最后到了16章19节，他仍然呼求神为他做见证。他说：现今有天有我的，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中保。中保其实意思就是说有我的见证的意思。我们看到这一串的对话哈，约伯表明他看重的不是行善的奖赏啊。在第二个循环的对话，约伯在意的不是他的结局如何，因为他知道不论义人还是罪人，今生的结局是死亡，而约伯在意的是他正直的品格能得到神和人的肯定。所以尽管他哀悼自己受苦的生命，但不惧怕死亡。他唯一的挂虑是，恐怕在临世以前，神还没有还他清白。虽然有这样的担忧，约伯仍然立定了心志，继续做一个守节心清的人，向神和世人证明他是无辜来受苦。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是不容易啊！我们看到约伯记第17章的第9节真的是来帮助我们看到约伯在受苦中所立的这个的心志啊。义人要持守所行的道，守节的人要力上加力。这句话实在是来帮助我们啊，在不容易当中在后面的这个比勒达的责言当然约伯他也来回应的我们今天 RPG 的金句，因为他选择相信神是他的救赎者，而且他选择神听见他的呼求，听他无辜受苦的声绪，并且会做出公义的判决。就是他说出这一句历史历代安慰许多人的话我知道我的维护者活着，他最后要为我伸冤。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真的是不容易。当人面对那个苦难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长的时候不知道该如何。但我们看到这些受苦的人都一而再再而三的做出一个见证。有一位班德医生，他有一位医生一直帮助的，而一个医生叫玛丽·佛格斯。玛丽她不是麻风病，可是她是班德医生在印度麻风病的一个常驻实习医生。有一天他搭着旅行车外出郊游，开车的司机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结果他就超车，然后就发生车祸。玛丽呢是前途无量的年轻的医生，她却因为这个是整台车翻覆，她的脸从髋骨到下巴被割开，出现了一个深可见骨的伤口。她的下肢除了脸毁容之外，下肢失去作用，没有办法动，没有感觉，就像2根木棍。几个月治疗之下，他还是没有感觉。这一些护理师每周都会拿针去刺他，但他就是没有感觉。班德森医生他察觉到玛丽她陷入绝望的漩涡，他就直接到病房去探访玛丽。他一开口就说：我认为是时候到了，你可以开始考虑未来的医生生涯。玛丽以为他在开玩笑，但他却接着说，这个医生班德说，他或许可以让其他病人感受到独特的同理跟理解。玛丽听见班德医生他沉思很久，怀疑他的四肢能否能够
复原到足以应付身为医生的需要。逐渐的，玛丽开始在麻风病人当中工作。我们可以发现，玛丽一个没有感觉的四肢没有感觉的人，当他在麻风病跟他一样没有感觉的，而且是坐在轮椅上的医生，脸也跟他们一样有很多的疤痕。在这里当医生，鼓励了很多麻风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就发现他这个转变，甚至于他还成为一个坐在轮椅上帮人开刀。因为他自己一生没有办法走路，坐轮椅终身大小便失禁，还要不断防止褥疮发生。不过如今他有一丝的盼望，他开始理解到失去能力不是上帝施行的惩罚，让他的人生陷入不幸，反而失能可以被转化成为他做医生的一大优势。当他坐在轮椅上，脸上露出歪向一边的笑容，他立刻就能够与同样失能的病人建立融洽的关系。真的是一个很激励人的见证。他说，询问悲剧为何会发生，却得不到任何答案，这种情况玛丽再清楚不过。然而当他转向上帝，询问目的何在时，他就学习信靠上帝，要为他的生命编织新的图案。接着这样做，玛丽获得成果远远超过他未曾发生事故时所能做的。感谢神，受苦的人都要面对选择，可以选择愤怒、绝望、拒绝上帝，或者是接受试炼、经历喜乐的机会。当然，我们无意暗示上帝偏爱某一种受苦者而排斥其他类，甚至我们也不会说某种受苦者比另一种更属灵。但我们相信上帝理解在苦难中拳打脚踢、怒吼挣扎的那些人，如同他理解那些因此学到苦难可以是恩典与转化工具的人。上帝并不需要我们对他有好的回应，但他将我们的关注从想要知道原因转向回应，是为了我们，不是为了他。的确是我们欢喜接受过程其实是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好不好？我们来默想约伯面对朋友无情的指责跟指控，他只能再次转向神。我或我关心的人正在苦难中吗？如何转向神，或如何协助人转向神呢？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救赎主，我们知道你仍然活着，你也深深知道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那痛苦中，我们真的是不知道该如何，但主你一路陪伴我们，你要带领我们。谢谢你总是在我们最痛苦时帮助我们，让我们不随着感觉来决定我们的信心，而让我们的信心扎根在你的话语跟你的应许。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我们今天做出合神心意的选择，可以荣耀神，对人有帮助。我们明天见。